最二是要强大嘅武功，也被老奥斯利结掉，喺皮下帕年纪太上，为了不转损失嘅年纪，皮下帕行上前太稳大嘅理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可赞，哈哈哈店。讲到补充营养、康健好食嘅产品，当然就要来一杯客家擂茶啦。一個擂茶已經係基本人冇認唔啲嘅客家代表咧。不過大部分朋友搶談過唔識看過，名上當香嘅擂茶其實係上到一樣。冇錯，正統嘅擂茶唔係拿來啉，係拿來食咧。歷史悠久嘅擂茶有100種故事，原講係三國時代嘅裝備，在小小兵喺武林嘅下，遇到以軍團炮發嘅文嘢，勞動天降中人偷來嘅批貨。沒有人講，也係客家人對北方同南東南方嘅視野，遇到前菜方面爭變出來嘅食物，大家眼看歷史文本，也對講法都冇聽錯哦。最有可能嘅講法，擂茶其實係唐代古早嘅食茶方式，一般會先撈茶米做成茶餅。而且的時節在魔都變本呢，準食海為主，但到明代，直接泡茶米就變做漢人嘅主流。後擺按摩來摩嘅方法，見到啲其他民族保存下來，第二本就變做當有名嘅抹茶，幾陣到下架就嘅安尼地茶得啦。不過想要從爭開始，因老母嘅飲茶嘅習慣，啲當到天氣都保留下來。這個工作來也未屬於嘅客家人對食擂茶嘅習慣。就會講到先祖白菩提期嘅故事嚟。1998年，為咗發展地方觀光特色，一種搶啲部分客家人無卡度嘅傳點，喺先祖白盤農地計劃下，就本南熱觀光休閒發通。冇想到一個飛天，就直接變咗擂茶衝陣嚟。擂茶本來係牛嘅鹹湯，有人做三鮮湯，記得係生茶、生薑、生米，青菜加料嘅，係拿來食飽飽嘅。但係行向市場過後，為咗本大家吃到客家米，將能變做清爽嘅甜茶。沙地各種康健、養生、有機，做得當好賣嘅元素，每家家到擂茶文化地位。按樣推廣，因為吃到係商人炒作嘅東西，唔過確實本客家文化下到限客度嘅關注。本無同樣嘅擂茶做法，有機會發揚光大，係把有機會到北埔，做得甜甜嘅擂茶，咪做得體驗下傳統下盤嘅擂茶文化喲。奉天不負皮下客，一百條康定民間嘅台灣蛋，就地嘅燈火闌珊處，皮下客試爽以後都冇朋友，有別於一般的甜，那大環蛋之鹹，會記留下來個汗，很難蒸飯，記得個爽後營養冇做好咧，一大環蛋都得很用嘅做呢。